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夜晚灯闪烁，球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面纸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手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。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这人客啊，你哪会咧哭啦？是毋是吼？阮厝的面无好食。啊，你嘛咧上班，啊面无好食，要哪会哭啦？人客啊，是毋是你无早钱？袂要紧啦，算阮请你啦。你无早钱吼？唔是啊，哎，这个无营养的问题好无？无等伊是咧哭啥啦？对啊，迄人是安怎的？我知。看起来敢袂出是下港起来看。迄人，我安尼讲来台北的人，也是啥物代志，奈互你安尼伤心甲安尼？讲起话头长，一切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夫妻啊，啥物偌济钱啊？好啦，免找啦，这面算我请你啦。对啦，以后吼，你若要食面吼，做你来店面啦。袂要紧啦，出外人吼总是较无方便啦。歹势哦，我都明明有早钱出，哪找无？飞哥啊，你看这人哪会哭干呢？这个人哦，阮但是因后生不好，甲伊赶出来，无要饲伊啦。来到这个台北哦，佮找无亲情朋友，毋则伫咧烦恼咧哭。有要紧无？不要紧啦，不要紧。这你的皮包，给你。多谢你，别客气，较细致。多谢你嘞。阿婆，那我要加困就是啊。哎呦，老岁仔人啊，较亲民啊，一暝若有哪困几点钟久啊，就袂歹啊了。对啊，啊内婆敢出去啊？出去足久啊。阮内婆啊，实在是足苦楚的哦。伊即马呢哦，认真咧找头路，特别趁钱哦，替因爸母啊减轻一寡负担呐。阿婆，内婆今仔早起吼，连早顿都无食呢。讲要甲人约好见面讲头路的代志，就出去啊。安尼哦，
素婷啊，你对阮内婆印象好无？阿婆，你会喙焦无？我泡茶你啉好无？唔免啦，我袂喙焦啦。素婷啊，你是嫌阿婆教的，要赶紧要泡茶互我啉哟。唔是啦，素婷啊，来，素婷呢？阿婆有啥物代志？但你嘛袂少岁啊，对无？你咧装卡的时阵，敢拢无查某朋友哟？我连困的时间都无够啊，哪有迄闲工去交朋友？是啊，真可处，真乖哦。你甲阮内婆吼，较出人迄个缘分，后摆来叫阮内婆啊，毋知要偌好呢哦。阿婆，莫讲这个啦。安怎？歹势是无？这阿爸吼是阮某要请你的。多谢吼。啊，这秘鲁吼是我要请你的，来，恁一杯。我袂晓啉烧酒的，烧酒啉害我家破人亡啊！敢有这严重？是，我要来台北的时阵，我就有酒抓过来，我绝对袂用去啉烧酒的。人客啊，你是毋是来台北吼找你的亲情的？我是哦，来找我的查囝啦。安尼你讲有伊的地址？那呢，我知影，你的查囝哦，一定去互歹人拐来台北对无？叫我莫有朋友啦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啊，若无吼，就是对查甫人走啦，对无？哎呦，阿强啊，你妈你吵好无？不是，是我家己甲袂掉的啦。哎呦，啊你这个人心肝实在有够恶毒呢，讲家己甲查囝袂掉啦。我即马也真反悔，只要来当找到阮查囝，我一条性命无去嘛袂要紧啦。哎呀，那亲像你这款查甫人哦，死死会较规矩啊。阿强啊，莫甲你安尼。人客啊，你知影恁查某囝即摆伫倒无？唔知咧，听讲来台北了后，就走无去啊。你哪会知伊走无去？迄度遐人，佮等下讲吼，要甲我讨人，我唔才知影。人家啊，爷恁查某囝叫什么名？无得确吼，阮会当甲你斗找看卖。阿伯阿姆，茶泡好啊啦，来请用茶。扫顶，来，坐来。阿伯有话要甲你问。哦，阿伯有啥物代志哦？扫顶，假使有一天，恁阿爸若来台北找你，你敢有想要甲伊见面？我当然有想要甲阮阿爸见面啊。啊，毋过吼，阮阿爸无可能来台北的啦。就算伊来台北吼，伊嘛毋知要去倒位找我啊。恁老爸哦，今仔有来店食面啦。真实的哦，啊，伊有讲啥无？伊讲，伊真后悔甲你卖掉。阿伯，你敢知阮阿爸即摆伫倒位？你唔免急，恁阿爸会来面打。阿伯，会当互我去看伊无？刘丁诶，你若唔情愿做吼，就免做啦。你是涂骹要甲我转我歹伊。我倒唔情愿啦，是这病灵气啦，我要超好势啦。我娘做你还咧受气咧。无唔对啦，我唔要咧受气啊。那你是咧受气啥？
我倒咧气讲哦，迄个卖查囝也毋正人啊！哎哟，家己亲生查囝，竟然安尼就甲卖出去，吼！这种老爸哦，真正有够无良心的啦！但你无听伊咧讲，伊是某死去真伤心失志，才安尼凄惨落魄的，这嘛做使人同情的啊，对无？刘丁诶，换做你是迄个查甫人哦，你敢会卖查囝？呸！你莫后白讲好无？阮的好某阿玉啊，哎哟，你是活跳跳的呢！伊袂死啊，我嘛袂失志啦，我才无像遐毋正人哦，遐歹心呢。咦，你讲歹心哦，还阁有人比这阁较歹心。啥啊？查某囝的头家啊，若毋像这款趁乌心钱的人吼，迄查某囝仔要卖去倒位啊？对哦，你讲咱无理哦。对啊。唉，我嘛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警察遐尔啊济，是安那歹人拢抓袂了啊！唉，害这可怜的查囡仔，就搁安尼坠落风尘啊！唉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锁定。我听阮阿母讲，明仔载要带你去见恁阿爸，明仔载中午运动真欢喜才对，你莫别遮咧哭。会当讲阿爸见面，当然嘛真欢喜啊。啊，毋过见面了后咧，我也袂当讲阿爸转去故乡啊，转去哦，歹人一定搁来找麻烦啊。啊，若无转去吼，想搁会使去倒位啦？死过命，要比到当时啊！阮阿母过身之前哦，是有交代我，万一哦，阮阿爸太无款哦，叫我着莫插伊，家己去找幸福的生活。啊，毋过我是失势呢，敢讲时代落魄吼，我会当莫插伊哦。锁定，我知影讲你的立场真为难，你莫阁伤心啊。等你见到恁阿爸了后，才阁讲。我听着讲，恁阿爸有阁较好的计划嘛，不一定。无可能，我太了解阮阿爸啦。虽然伊是时代，我袂当批评伊，啊，毋过一个袂查某囝的老爸，我感觉会当希望伊有啥物作为咧。大宝，阿爸阿母伫咧我危险的时阵解救我的性命，阿婆甲你拢足同情我、照顾我，我拢足感动的。在你看来，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查某囡仔伫遮大几工的尔。啊，毋过我心肝内会感觉，这几工是我一生中上幸福的时阵啊。有的人哦，一世人拢会当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同款是人啊。为什么哦？我干那会当过几工仔尔？想起来是足无公平，足无公平的。锁定，莫怨叹。来宝，若是有一天我搁来，你敢会收留我？锁定，未来的代志，莫去烦恼。阿玉啊，你看，伊是啥人啊？伊是张素丁啊。昨吼，迄个人要找查某囝，就是伊啦。真是的哦。啊，你是伫倒找着伊的啦？阿玉啊，你做叫袂记啊？几落工程啊，无有两个保镖雄雄公公啊，转冲对恁遮来。迄个阵哦，伊就已经走来我这菜架遐，匿伫咧菜架下骹啦。
了后我才带转去厝里住落来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你昨哪唔讲出来啊？就互因老爸带转去就好啊嘛。这是要安怎讲？有其他的原因啦。素丁啊，这是头家娘阿玉啊，这是头家柳丁啊。头家娘，头家，哎，阿达生做水是真水啦，不过吼，佮咱亲像有较瘦啦。啊，等你老爸吼是拢无咧食是无？饲甲遮瘦。这几年哦，拢是伊趁钱咧养伊老爸啦，毋是因老爸饲伊。好啦，啊，等下搭坐，我来泡茶啦。对。下啦！这查囡仔行为，啊若无，大家就真歹看。阿伯救我，阿伯！唔好我病啊！唔好我啊！紧交出，啊若无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大伯，阿兄，拢，你想走来店的枵不勇为啊？大伯，这件代志，你上好是卖吵。我是安怎卖吵？恁两个人出来了后，竟然伫外口为非三从，搁替迄个黑心瓜头家做糟糕，你安尼敢袂见笑死？大伯，伫咧讲话内，阮是真听你的话，决定出来了后，找一条正当的头路做。要不过，敢有人听阮？来吧，啊你敢有找到较好的头路？有找到，无找到，迄另外一桩代志。你即马甲我找。来伯，这个查囡仔阮若无抓到，阮是会叫人拍死。你嘛知影，阮是趁人的钱。对啊，咱要抓倒去，阮要安怎交代？伊是互恁头家偌济钱？100万。好，明仔载下晡2点，恁来遮提钱。这个查某，你先放伊走。这，我讲的话你无听着是？好，来宝，看你的面子，阮放人。卡叔，明仔载若摕无钱呢？我讲的到就做到。卡叔讲若是摕无钱，要抬买怪犹在恁。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明仔载我准时来遮提钱。好了，来去。哎呦，来宝啊，你气皮有够好的啦！来宝啊，瑞啊，锁定啊，带先回。阿母，来宝，多谢恁救我，真多谢恁救我。起来，恁起来，唔通安尼顶起来。素丁啊，你先去内底休困，吼。来宝啊，100万是要对倒来？你哪安尼随随便便就答应人这款条件啦？你拢无考虑到后果呢？阿母，真歹势啦，为着要救苏丁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知影你是好心嘛，也毋过咱厝了吼，总财产才10几万现金尔啦，无啥物其他值钱的物件通好买，咱是要去对庄这的钱。阿母，请你放心嘛。钱我会想办法。阿瑞啊，阿瑞啊，乖乖啊，来这里喊行，来坐啦坐啦坐。哎，啊，这位是？哦，这是阮后生啦，或者来宝啊。来宝啊，这是外贵阿姨，是恁秀英吼未来的大家啦。阿姨你好。我好亲像捌听新闻提起。秀英有一个阿兄呢，啊，你伫倒遐食头路啊？较早吼拢伫南部啦，啊，最近才转来台北。哦，不过我拢毋捌看过伊啦。阿姨，你点仔坐者，哦。嘿，瑞啊，食好命哦，恁囝真有财前的款哦。无影啦，啊对。你来是有啥物代志吼？
嘛无啥啦。你敢有听阿娇提起你顶送面的代志啊？有啦，有听伊讲啦。哎哟，但完全是一场误会啦。阿娇甲柳丁哦，因敢发生什么冲突啊？哪会无？闹去警察局安尼。后来家仔吼，是因囝婿吼办这个案，这阿娇也是讲啊落长，因这囝婿真牛呢。安尼3、2句话吼，就甲解决啦。柳丁诶，阿瑞若总无钱吼，敢会甲咱开喙袂？啊，你是讲甲咱借钱哦？不过咱若无遐济钱吼，大概袂甲咱借啦。万一伊也开喙吼，你着爱先想看觅，免安怎甲伊回答啊？推诶，你来烦恼钱的代志对无？敢讲你袂烦恼心？拢是咱想好心嘛，受你锁定吼，才惹出遮尔大的麻烦。即马公家拢总无路用，想啊想，唯一的办法就赶紧想办法共借钱来应付一下。